咱台湾的制造业目前差不多是请47万的移工，因为这石头较粗重、较危险，对身体负担甲伤害是拢真大。都移工团体去劳动部申请，希望加强劳动检查，调整职业灾害认定标准，保障移工的权利。 移工团体聚集伫劳动部门口，这移工大部分拢伫制造业上班，拄到职业灾害的时，雇主煞无要插。亲像1年前移工阿纳斯就讲，伊因为长期搬相同的物件，地输两骨就爱手术。不过雇主却认为这不是工课造成的。医院说这个有开刀，开刀好了，我跟老板讲啊，老板帮我一下，这个是我有改掉，我没有线。 他说：“哦，这个你不是上班啊？”他说：“这样啊，这个是你一起动啊。”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表示，长时间作业造成慢性的职业病，长期累积对移工的健康安全造成真大的威胁。协会也讲，移工每3年都要转换工场，这也致使移工的工课欠连续性，无好申请职业伤害。因要呼吁政府爱甲中小企业的劳动检查专案化，也要加入移工的角度，让移工有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，降低职业伤害。很多移工。 他们明明在工厂内发现了问题，但是他们也知道，每当有政府的人员来检查的时候，这些雇主就会开始作假，要么把一些机器的运转设备调到最高功率，要么准备一些文件去应对这些警察。 但是实际上，在工厂内进行的事情完全是另一回事。目前台湾的制造业大约有47万的移工，大部分拢是做粗重、伫高风险的工作环境，出现职业灾害，尚无法度得到完整的保障。针对移工团体的诉求，劳动部职安署有回应表示，劳动部有针对请移工的高风险也是高职灾事业单位，实施外籍移工职业安全卫生专案检查。也若未来是毋是要让移工参与劳检过程，也是相关专门会议，职安署会搁再研议讨论。记者张家佳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